拜日，如果推出民国100年内列专题报道，探讨行人在民国约100年来发展的过程当中，一步一脚印行过嘅分享同精彩感动人的故事。今日同大家收介嘅係行人在台灣文學上所做嘅奉獻同影響，文采風流是客家。我先為大家收介嘅係台灣文學之父賴佛嘅故事。賴佛本但係醫生，因為呢本書嘅已看到社會上一道不公不義嘅事情，都發表文學作品來反抗。而呢書建立喺台灣文學嘅精神，也本人講係台灣嘅路線。今年1922年，東江嘅福爾摩沙島兩隻世界上日本國嘅出面已經第15年嘞。方面法院同南京警察，日本持離台灣50年，向其通化嘅全面環境下，知識分子用筆、用行動、用其他嘅方式來傳達信仰。賴佛本名賴奎佛，190年度中華出世，台灣總督府日學校畢業，佢係提奉當大家懊惱，後來為安度遭家先。對患者的一些照顧都跨無錢油啊，你他有很多的稱號，就比如說中華媽祖、彰化媽祖，或者是說鮮紅牙。賴佛係介用是東漢現界推涉醫生，本單係有錢人，算係上流社會，不過是企圖農民拼命嘅立場出發。伊係乖好做醫生來講，建議都好好嘅，不過佢認為講，佢做一隻台灣人都喺社會地位，佢看到社會當多不公不義嘅事情。賴佛嘅代表作《日記情》呢，寫出嚟受氣壓百姓嘅艱苦，連連發表二十兩篇嘅拍法小說，都強調犧牲老公務。阿用嘅抗議精神，就係分別台灣新文化、老傳統文化嘅核心差別。以1920年代嘅文化嚟講，最有示範作用嘅人是賴佛。呢一種犧牲一家為台灣嘅精神最重要嘅事。都係賴佛嘅文化建立起來。唔但將係介日文化有特別價值，佢咪係介用是公認嘅文壇領袖，主編台灣民報文藝欄，影響力包含楊奎、梁振中、吳楚留，也都有台灣文學作家為新文學嘅發展起嚟帶頭作用，本案都係新台灣文學之父，為到文學老社會運動，賴佛差唔多都用情加催。我知道一些文友在彰化也都是，來找他幫忙。當時的社會運動的一些捐獻，他們都做很多。所以他在祖父在他過世以後，家裡事實上那個不止存款不多了，還因為跟什麼勸業銀行借錢啊，都很多房子都後來都只好賣掉了。賴佛係河洛話嘅鳥片客，才記阿公介輩還係講客話，但到中華東橋咧，無論寫法亦係創作，都慣用河洛話嘅賴佛，其實有懂清楚嘅客家認同。其實我們從小都知道說自己是客家人，那只是不會講客家話。一種抵抗嘅精神喺後台賴佛以後嘅。台灣作家來講，客家式嘅作家，繼承這樣的精神，是代有傳人。原然唔逢睇慈愛兒童嘅對口，賴佛原是愛為而調整，為將群百年來奉獻運用嘅台灣新文學，打開了客家式作家嘅接力水，將日本書兒功夫一直到國民政府時節，唔是缺席3萬發光。客家新聞潘建祿、汪小琪特別報道。